香港警方咧喺星期二嘅時候公布凍結一個國際跨境電信詐騙以及洗黑錢集團嘅資產，市值咧就大概係27.5億港元啦。據了解咧，該跨國犯罪組織涉及嘅淨係陳志以及太子集團，暫時咧就冇人俾人拘捕嘅。香港警方話咧，近日其實根據咗多方面嘅情報以及資料搜集之後，主動針對一個懷疑涉及國際跨境電信詐騙以及洗黑錢嘅集團進行咗財富調查。經過深入嘅分析，與集團有關嘅多間公司以及相關嘅銀行嘅呢個賬戶嘅資金流向之後呢，警方發現該集團涉嫌觸犯咗洗黑錢嘅罪行。陳志集團操控嘅3間香港上市公司包括咗智浩達啦、坤集團啦、FSM Holding 啦，其實喺11月4號截至去嘅收市都並未停牌嘅。不過證監局啦、保監局啦已經將陳志相關嘅保險、證券公司停牌，而新加坡亦都已經凍結咗陳志1.5億新加坡元嘅呢一個資產啦，包括咗佢嘅遊艇、汽車同名酒。Hello，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翻到嚟 Web 3.0生存指南。我哋今日要揭開一場橫跨咗全球150億美金嘅騙局，就係嚟自柬埔寨太子集團創始人陳志係點樣利用呢個加密貨幣編織出史上最大嘅電詐網絡，而美國又點可以一舉咁沒收咗12.7萬枚嘅比特幣呢？而一切嘅一切要由我哋嘅柬埔寨西港嘅詐騙園區講起。講翻陳志呢個人啦，佢本身係中國福建籍嘅人，之後就攞到咗呢個柬埔寨嘅國籍啦，並且擁有第三方嘅呢個護照嘅，所以大家見到佢一般都係以 Vincent 呢個名穿梭喺全球各地噶，甚至係頻繁出入呢個台灣至少係10次啦。喺台灣亦都係設立咗非常之多間嘅呢個空殼公司，利用咗非常之複雜嘅呢個金流網絡將詐騙嘅所得通過呢個英屬嘅維京群島啦，或者係開曼群島啦去洗白，然之後再投資翻喺全球嘅房地產以及係藝術品上邊，呢個套路應該係非常之熟悉噶啦。陳志嘅太子集團表面上係房地產嘅巨頭啦，實質上喺呢個柬埔寨運營咗至少10個呢個詐騙園區，呢一啲園區入邊囚禁住數以萬計嘅呢個被誘騙嘅勞工啦，通過呢個殺豬盤嘅話術誘使全球嘅受害者將資金轉為呢個加密貨幣，僅2個窩點就已經操控咗7.6萬個社交賬號噶，甚至有內部教程細緻到如果頭像就千祈唔好用太靚女嘅相啦，因為咁樣好容易俾人發現噶嘛。美國檢方就指控陳志喺柬埔寨設立咗多個係圍繞住呢個鐵絲網嘅詐騙園區啦，囚禁並且逼咗呢啲被販賣過嚟嘅呢個外籍人士進行呢個殺豬盤嘅詐騙嘅。好多呢一啲咁嘅電話農場啦，我哋嘅員工其實係每日被逼以假交友啦、假投資嘅話術去詐騙歐美嘅一啲受害者啦，甚至我哋講嘅東南亞嘅受害者啦。集團單日嘅進賬曾經高達3000萬美金嘅。起訴書更加記載陳志係曾經話過可以懲罰唔聽話嘅人，但千祈唔可以打死。佢濫耗嘅手段令人髮指噶。而美方就係靠住呢個區塊鏈嘅追蹤直接黑走咗佢呢一筆加密貨幣嘅資產啊！成件案出咗嚟之後其實有啲人最關心嘅係陳志嘅12.7萬枚比特幣被美國掌控，係咪代表咗美國已經攻破咗比特幣嘅算法呢？事實上喺10月嘅時候，美國嘅司法部係通過民事嘅沒收程序，聯合財政部嘅制裁，英國同步行動，依法咁接管咗嗰啲存在非託管錢包嘅資產。而比特幣用嘅一啲加密法事實上喺量子計算機問世之前係根本冇辦法通過數學反推破解嘅。所以話今次美國靠嘅唔係技術破譯，而係司法取證，就好似過往一啲大案咁啊，通過人員嘅搜查設備獲取口令，或者係突破咗啲犯罪人員嘅防線，攞到私人鎖匙嘅訪問權。如果真係攻破咗算法估計而家全球嘅區塊鏈一早就亂晒啦。中本聰自己嘅比特幣亦都會產生異動，但係呢啲至今仍然都未發生，唔係咩？所以真相係加密貨幣唔係法外之地，美國掌控嘅係資產嘅訪問權，而唔係比特幣嘅數學安全。
其實成件事最重要係呢場博弈咧，先啱啱開始咋。有好多朋友問咧，究竟美國咧係憑乜嘢，有咩權可以跨境沒收咗第三方國家嘅公民嘅資產呢？而且加密貨幣嘅司法管轄權咧，究竟係屬於邊個嘅？咁我哋咧下一期咧會繼續咧去睇一睇，究竟咧喺呢個數字時代下，亦即係我哋 Web 3.0嘅時代入邊，究竟呢個所謂嘅長臂管轄咧係點樣改寫咗全球呢個金融嘅視覺㗎？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